7個封印係將隱藏嘅事物揭開嘅秩序，同時亦係審判流動開始嘅統治起點。當第一個封印被打開嘅時候，原本睇唔見嘅流動開始顯現。白馬展開征服嘅秩序，宣告開始。隨住之後嘅封印，紅馬顯明戰爭嘅流動，黑馬顯明饑荒同失衡嘅秩序，灰青色馬顯明死亡嘅權勢。喺第5個封印，殉道者嘅呼聲升起，隱藏嘅痛苦同對公義嘅要求被顯明。當第6個封印被打開，天地震動，創造本身嘅秩序喺審判面前作出回應。日月星都發生改變，一切存在都站喺呢個流動面前。第7個封印喺沉默之中被打開，呢個沉默唔係結束，而係通往下一個審判嘅轉換之門。號角嘅流動被預備，更深層嘅審判秩序展開嘅準備亦都完成。當7個封印被打開，隱藏嘅計劃同流動開始顯現，並且連接到審判。呢個流動繼續推進，進入完成宇宙歷史同秩序嘅統治階段。